台湾早期的盐糖产业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也勾勒出不同年代的生活片段。台糖长荣酒店这次与台盐公司合作，强强联手推出长源新鲜俏盐曲美食节，特别以台盐公司研发的健康盐曲，加上5星饭店的厨艺，献上一道道盐曲系列的创新菜色。台糖长荣酒店可以跟台盐合作来用盐曲入菜那这次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发现在盐曲入菜的部分呢，可以让食物更美味，而且软化这个食物可以有益身体健康，而且对肠道的帮助更好。像在江户时代，其实日本人呢，他们就开始使用盐曲，那就跟吃味噌一样，其实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台盐公司成立70几年以来呢，我们是以盐为起家。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呢，除了要提供国人加碘来补充国人所普遍不足的碘营养以外，那养生的一个食材的供应呢，也是我们台盐公司的一个使命。因此台盐公司使用了日本的一个曲菌，再结合我们在地的稻米呢，来创造出来无添加的天然酿造的这种的盐曲，它是天然的风味，而且回甘，没有其他添加物的负担。那么能够结合台糖这边主厨他们的一个厨艺，好的食材接上搭配上好的一个食材的配料呢，我想能够创造出非常美味、符合台南在地美食的一个标准。以台南阿夏菜的料理精神，开发出精致的盐曲系列创新菜，如盐曲松板猪、刷嘴的香酥盐曲鸡、鲜美的香煎盐曲龙血、锅气四溢的盐曲海鲜炒饭、清新爽口的盐曲彩椒芦笋，以及传统台菜代表盐曲烧扣肉，每道菜都是让人一口接一口的好味道。长源中餐厅副主厨张佑琪也在现场教导民众如何在家用盐曲做出一道道健康又美味的料理。我们的盐曲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天然的，除了米、水、盐、糖，还有海水浓缩矿物质之外，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发酵过程。它的发酵过程是完全天然，没有其他添加物的。那我们其实盐曲分了2阶段发酵，那经过这个反复的繁杂的工序之后，那天然发酵而成的东西，它有一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那我们借由这个料理的过程，可以把这个物质跟料理融合的话，它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又健康美味的。是，大家不晓得我们在盐曲它有什么样子魔法之称呢？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就是成为一个万用的调味料。那像现在主厨在使用的这个鱼的部分，经过我们盐曲添加腌制之后，它的肉质会特别的软化。盐曲美食节档期自即日起到8月31日为止，健康美味兼顾的盐曲系列料理，就等着喜爱美食的朋友亲自来品尝。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